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真侪台语歌词拢会唱到爱人啊要拆分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拆开的拆，读讨也拆第四条。这拆有离开、裂开，也阁有分开的意思，咱讲是拆开。另外买票过去，某人讲是拆票；合股关系结束，咱讲是拆股；也阁有裂破，咱讲拆破。这拆破嘛，甲代志讲好明的意思，像讲甲代志拆破，直接讲个清楚，咱讲是拆白讲；分开，咱讲是拆线；也阁有跳舞或者是武术动作，甲骹腿拆开，压伫涂骹，正做一条线，咱讲是拆腿。肩胛附近的皮因为伤过打翘起来，咱讲是拆穿。互相命先咧看日，古早讲是拆日。互医生开药啊，咱讲是拆药啊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开拆，意思就是说明详细解释，互人了解。第二个词读做拆下，意思就是日头要光啊，日头要拍铺光、麻布啊光，亲像是拆开竹仔皮同款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阮队团来到阿里山游览，日头也未拍铺光，就来到现场，等要看拆下美景。导览人员详细开拆，讲毋是逐工拢看会到，会当欣赏到，用个讲是足好运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拆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